今晚我有一個晚宴，隆重嘅。我不嬲咧都係素顏噶嘛，茶姨姨都係素顏噶嘛。但係而家咧，我特緊化個靚妝。呢一位係中環化妝師Yvonne，佢今晚同我一樣出席晚宴，所以佢同我講要同我化個靚妝，一齊去靚喎。Yvonne喺法國度學化妝，而且喺香港住咗10幾年。佢老公咧係馬來西亞人嚟㗎，所以佢精通晒英語、粵語同埋普通話。而家係教人化妝嘅老師嚟，同佢一齊，佢分享好多女人扮靚嘅心得，因為佢成日都話教到人靚，佢係好有滿足感㗎。你見到Yvonne幫我化呢一個妝都好細心，由選粉底顏色、眉形設計、眼睫毛、眼影都精心構思。呢個妝啊，足足化咗佢45分鐘啊！終於完成啦！呢個妝好自然，又不失隆重。呢個係化妝前同埋化妝後嘅對比。OK， 我哋一齊出發啦！呢一個呢係君悅酒店嘅會場。今晚係香港傷健策騎協會嘅慈善晚宴，我真係有幸能夠參加。場內衣香鬢影，星光熠熠，食物都好精緻同埋豪華。如果大家都想揾Yvonne學化妝嘅話，可以私信我啊！